样懂后坤，享受一下啊。对啊，非常 exciting。等一下啊、我好像有讯息。开个雷迪狗，哦，要不要去到伦敦哦？哎，我要去 UK， 我要去英国，哈哈哈哈！伦敦 Bridge falling down。伦敦有伦敦铁桥，还有伦敦眼。哦，先整理行李，电影赶紧看。走走走走。好了，跟你说我要整理行李了，因为要非常的快。拜。都在这吗？对，小姐谢谢你哦，麻烦你了。哎，这就是特别为你们这个 book 的 very special house for you，希望你喜欢，好吗？ house 也太美了吧！对对对，谢谢你哦。 very 请来接机，然后没有没有那么棒的没有，不会不会。哎，希望你忙完了以后，我再带你好好的看看伦敦，好吗？好啊好啊，谢谢你哦。好，不会不会。鸦片我不错啊。嗯？哎，明华，你有鸦片哦？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哦，我就是收到那个开克瑞地购的简讯啊我。也是哎，哦，公司哑巴这边呢。所以我一起出任务哦，这次。哎呦，还不错吧？是讲用夜都鸦片哦。我们就住这里呀。我们住这边哦。快点，我超喜要不会开了董詹呢？去。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我累了。哇，要不会开了董詹呢？哦。This house looks amazing。哇，要不会开了董詹呢？哎，你看这沙发，这根本就可以睡2个人吧？这里，哇！要不会个房间我推了完全都冇共用哈。你看，哎呀，好舒服啊！啊，看它的厨房，厨房哦，哇，棒啊！赞！想讲一个不嘅哦，唔係開了董詹，係真景董詹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个 house 真的超级 special。然后我们要上网搜寻一下，看看明天呢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摆我们的餐车。对你哦，不要以为我们来是要观光的哦。我们要解任務的，好不好？是的。好了，我先去整理行李啊整。理一下，对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明天要出门找地方。哇，按他都不得了，要不得了，開了董詹呢。This house looks amazing。我们的伦敦之旅也超级棒的。